这个舞马呢，是为了提升水手的士气，用竞赛的方式进行来展现水手热情以及勇气。有一个很特别的舞名叫做小苹果，掌声鼓励。他们国家当地水手跳的舞相当精彩的小苹果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第二次轮番上阵的，请大家给予我们手风琴老师最热情的掌声欢迎他所带来精彩的独奏。
谢谢，再次的谢谢我们手风琴老师。好，今天晚上最后一首他们的舞马要为大家带来。